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要向世界各地，还有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、各位莲友们来报告，有一位参加水陆法会的师姐，她参加内坛的时候，感应到她跟某位法师前世的因缘，她就说了，这个法师前世也是一个出家的僧人，而这个女众呢，她是一条蛇。这个因缘呢，就发生在有一次，这个僧人托钵一个孩童啊，非常顽皮，将一条小蛇放进了这个钵里面呢。这个僧人呢，很慈悲啊，把蛇呢就带回到寺院，养在他房间里面，却是被其他的僧众指责。后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清楚说造成这个僧人的困扰啊。突然间有一天失去他的行踪了，但是经过好几个月，有一天强盗啊进入这个寺院去抢劫，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大蛇啊，吓跑了所有的盗匪。这个僧人认出就是他从前所养的那一条蛇，寺里面的僧众啊就很感恩很怀念，就让这个僧人把蛇给留下来了。这一条蛇很有善根呢，会陪伴着僧人诵经打坐，也像会礼佛似的这样子摆动着蛇头，这么咬来咬去的。大蛇就这个寺院修行的事情，最后传出去了，慕名而来的信徒越来越多，小道场香火也越来越盛，后来重建为大寺院了。几年以后啊，蛇往生前就托梦给这个出家僧人，请求能够为他做一场超度佛事。僧人答应，开示说，蛇你要脱离开这个恶身呢，然后转身为人，继续来护持佛教。来生呢，如果能够再相遇的话，一定要亲自来告诉这个僧人这一段故事，这一场很奇异的前世记忆啊，让这一位师姐大为感动。他迫不及待的找到这一位法师，告诉他，就说蛇真的转身为人了，就是我，我前世是一个蛇，现在我来护持佛教，很多人呢都厌恶蛇啊、老鼠之类的这种让人害怕的生物啊，一旦如果遇上，不是除之而后快，或者避之唯恐不及呀。但是我们要很清楚，再丑陋的也是生命，也是众生啊。佛说我们不能轻忽一位众生，谁知道彼此会有什么样的因缘呢？你不清不楚啊。所以我们要时时警惕，常养自己的慈悲心，不要去忽视任何因缘。很多事情都可能因而改变了，我们要心存善念呢。过去啊，梁武帝穿着便服到街上，他突然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他看到有一个老太太，她在卖东西啊。那么有一位甲要给她买的时候呢，这位老太太很生气啊，给她不好脸色，就赶着她走，不但不卖，而且态度非常不好的对待她。没想到这个被梁武帝看到了。另外一个乙呢，也来给老太太买菜啊，没想到老太太非常欢喜啊，就把这个菜卖给他，不打紧呢，非常欢喜的主动又额外的给他一些东西。这个奇怪了，梁武帝看了心里面很疑惑啊。回去到宫里面的时候，就问智公禅师说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的呢？智公禅师是一个有德有恨、有修有正的出家僧人，是个国师。结果他就给梁武帝回答，他说，因为过去是有一个年轻人，他造了无量的罪业，结果要判死刑了。在行刑的当天，这两位年轻人呢，刚好路过那边，那有一个人呢就讲了，哼，年纪轻轻的不学好，专门干坏事啊，死的理所当然，是应该的，天经地义的，就这么讲一句话就过去了。结果有另外一个人看到这个年轻人要被砍头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发出一个善念，他说，这个年轻人长得不难看啊，为什么一时想不开做了一些坏事？你看现在他的地步是这么凄惨，就这样同情心起来了。
就讲这么一个善念，结果没想到那一个要被砍头的年轻人又来转世，就是那位老太太啊。那两个发出那个念头的人，你看就是甲跟乙呀。甲就是恶念，结果造成那个老太太来的时候对她没有好脸色。那个乙呢，发出一种同情。结果老太太对他是多么的善良，所以各位，一个念头就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因缘。你是好因好缘，完全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，你的几直动念都应该要小心才对。所以我们对人要慈悲为怀，要存好心，说好话，一定要做好事，多念佛，而且带笑脸，每天跟人家和睦相处，经常赞叹别人，给别人方便，给别人鼓励，这是我们修行上必须要有的观念，还有应该有的行为。以上这一点，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报告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勉励。感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